大家好，我是真豪市的导游林龙的，刷落去斗阵来去看宝岛高仔町听故事。旧历7月，开门若开，就是咱邀请好兄弟回来，互咱请食饭的时阵。每一间庙卖菜真悬的灯果，替好兄弟指引回来世间的路。占卜摆甲长长几道，毋但有真澎湃的贡品，顶真的仪式，拢代表台湾人对好兄弟的疼惜甲尊敬。因为将全病死伤无价，演变甲利用中原普渡庆赞地馆大地圣诞，利用这个时阵，甲因超度，互因免受这个孤苦。接恁这陆上海上的这好兄弟啊，食一道足澎湃，佫有通食，佫有通掠，佫有所费。拜拜，一来敬神，二来敬人嘛。俗语讲万善当归，有求必应。无论是有人拜的，也是孤魂野鬼，咱台湾人拢是用同款诚心烧香拜拜，希望好兄弟食饱来保庇全家大小平安无代志。这就是咱台湾人普渡上大的心愿。咱俗语伫咧讲吼，毋惊7月半鬼，只惊7月半水。这个意思大家拢知影，就是讲吼，这个旧历7月时啊吼，上惊吼，其实毋是鬼啦，大家吼上惊吓的，就是这个天灾人祸啦。有当时啊吼，有影是人比鬼较恐怖吼。其实吼，这中原普渡的意义，除了是照顾了这个阴间的这个好兄弟吼，也嘛是为咱的社会咧祈福。希望大家会当平安顺利，国泰民安。所以讲，咱今仔日呢，特别邀请到2位专家来甲咱分享着关于着中原普渡的历史甲精神。咱头一位呢是咱的民俗专家温宗翰老师，老师你好。是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一位吼，这位呢是咱家人吼雷声大的这个李茂基道长。观众大家好，大家午安。总共传到道长，你接演的是第5代。对啊，第5代拢伫这个家人这个所在，算讲是老大公吼普渡主谱的部分，拢是由恁来这承担的嘛。对，是。有影这是真特殊的一个因缘啦。历史嘛悠久啊啦。历史悠久吼。100多年，100-200年啊。我听讲吼，咱家人这个所在好兄弟吼，就是咱大家自细汉拢知影讲，伊就是老大公吼。这个称呼吼是安怎来？而且敢若甲其他的所在地界，迄称呼较无共款。这嘛是算讲先人吼，顶代166年前的时阵吼，咱这都奖泉，是，就为了这个种地盘，甲咧引起烧拍，引起死亡，到死亡的时阵到108个。108个。这少年呢，来拢还未娶某的，是，来叫往亡去。往亡去时阵，叫当然拢弄去金刀甕内底。古早咱山边也好啦，路边也好，拢会放一寡金刀甕伫个。咱去拢会见到点头一个，行一下礼一个。是，莫甲咱创治。时代人带咱行过嘛是拢安尼讲。是。甲这108个人拢集中我的当中，叫这地方的士绅头人，这要付出什么名？叫咱在地方的时阵，无这拢。是为了烧拍，为了讲先人去种地盘，就讲像阳间的这个兄弟老母共款的，引起烧拍怎死亡安尼，无做老大的，老大公。所以讲，这个老大公其实毋是讲特定的什么某一个人嘛，对无？是这108个，这是一个概念啦。比如讲是这阵人就是讲，算讲，咱讲别个所在可能讲是好兄弟啦，但是咱家人这个所在就是特别讲老大公这个意思。算个尊重。其实吼，我以前细汉的时阵，拢讲老大公，其实应该叫做老大公，拢全老大，拢全老大。
你讲老大公甲好兄弟，拢共款，拢共款嘛，变大。所以讲拢是平等的啦，对啊，拢是讲对在人的啦，其实重点嘛是人啦。对，以阮道教即个拜拜即个普世的见解啦，吼。这当然是头我有讲过，这是咱阳间百姓平常时咱嘛是拢安尼食饭用的。是啊。啊，伊甲做神的时阵，吼，咱嘛是照这物件传咧甲拜拜。啊，内底有特别有一个应菜。应菜，吼，应菜是一定来嘛。应菜，伊叫做空心，国语叫做空心菜。是。我有心要请你食饭，无心要甲你留。哦，是这个意思。吼，迄拜这个菜是这个意思。通常咱伫普好兄弟啊，吼，拢用半青色啊。半青色。对，半青色的意思就是讲啊，咱甲好兄弟啊，吼，要亲唔亲安尼吼，系甲伊唔好收色啦。对，保持一个即个算做分寸安尼啊，吼啊，所以你看，咱若伫拜祖先，吼，拢是用色的，吼，专色的。啊，也是讲即个拜神明吼，拜兵将，即菜碗啦吼，也是讲即个算做要奉敬的物件，大部分拢是色的吼。啊，每一个地方伊可能准备的即个应菜水嘛无共，吼，像头讲即个应菜吼，有的所在是讲啊，伊迄应菜就袂使煮。哦，袂使甲煮好熟哦。你迄用菜爱规把沙来吼，啊用迄个小滚水安尼淋一下就好。哦，啊像南部有的所在甚至就讲啊，即个用菜就是讲啊，你食无用菜想要爬上天吼，要互遐个即个好兄弟啊知影分寸啊。哦，毋是讲今仔日甲你拜啊，你就是神明安尼吼，毋是，就是讲要互伊了解一下安尼吼。啊，所以每一个地方伊呈现的迄个在地风俗是啥物，因在地变化是啥。这个物件是最重要的。古早讲啊，咱若有新的查某人、妇女人，哦，你若讲啊，囝生出来顺势，啊，就是迄做未来时阵就做加酒芳。是。啊，你若懒散，吼，四地帮，吼，四地帮，叫做生意就变四地帮。是。啊，伊说讲伊在生迄个油酒，加酒饭伊食无着。啊，照你讲，还佫传一个加酒饭。啊，就讲咱即马所有的这金纸，这金纸是要三界讲的。是中原地管大地，啊，叫这有的即嘛唔知啊，啊，金纸烧老大公，我经伊银纸甲烧好兄弟，老大公甲好兄弟拢共款，是咱阮家人的老大公庙甲神价化，哦，变到造型啊就先贤，讲鬼歹听啦，我就讲神价化，独来讲家人甲八月初，佮加一工，啥都加一工，即嘛破运咱有太地公，我拜三界公啦，拢买太地多样嘛，是。啊！即马阮家人有一寡台地的，应该是讲台地的。啊，台大的时阵讲，我拢恁咧拜，因台地煞无拜，因去老大公庙，啊老大公的这公庙这个委员会，讲恁会使佫延一工关吼，互阮来拜，安尼好无？是。啊老大公好啊，哪要紧吼？有人要到7月29尾工，啊无7月30，啊就关鬼门啊咧。啊，恁这个合作老大的老大公，啊恁佫加一工，就讲啊，大家拢关离恁遐，又安尼缩起去安尼，就是安恁。较大就同尾讲甲来做一个总关，起头应该是拢这个想法，是，却毋是。你各地头的这个有缘公庙啊，还是阮遮合作老大公庙，啊，变讲啊，恁家人较大啦，老大公较大，阮这吼有缘公较细，阮先哪收啊，后手收无够，恁个做一届收，无人安尼讲啦。是，我是听到笑安尼啦。哦，无人安尼讲，啊，这是要台地的，哦，因去拜，啊，嘛加一工出来，是，这经营安尼。所以总讲一句啊，拢是恁情味啦，吼。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在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心。几月已经到咯，台湾鬼这么啊恐怖，你敢知影鬼是安怎来的？无人拜的鬼是要安怎才会当变成正人咧拜神？大人拢咧讲，7月初7七娘妈生，大人做七娘妈定，囡仔爱做16岁拜七娘妈，是咧求姻缘，也是咧求囝平安交大汉的。台湾人拢知影讲7月半爱普渡好兄弟，但是为什么好兄弟伫咧家人合作老大公？啊，咱有好兄弟，为什么无好姊妹呢？所以讲到这个金器啊，我就讲，这个金蕉这个物件真特别，对无？这几年来渐渐的，真侪人讲着讲哦，莫拜金蕉啦，吼，莫拜来啊啦，对啊，是啥喏？讲安尼叫做蕉来啦，吼，蕉来啦，下音啦。系啊，因为清朝的时阵，足侪文献内底拢写着，迄个时阵，迄个时代的这个中原普渡，就是爱拜金蕉，是爱拜来啊，是爱拜王来。
因为咱通常伫讲普渡的时阵，咱就是用咱生活内底上好的贡品摕出来拜嘛，你素食的水果即个每一个水果拢有伊的意涵的话，安尼咱足侪水果拢袂当拜啊。是啊，其实伫个即个普渡的文化内底，伊上重要、上重视的，就是甲咱上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安尼尔。你讲招你来来啊，旺旺来，我即冇拜，其实无这意思。什么水果、西果头拢使拜，敢有两种袂拜。古早以道教的人，卡马道，看不到，对，芭乐，这两种无你拜。高子啊，因为我臭钱啊，咱来落雨啊，伊就生啊，是，伊就搁发起来啊，臭钱。有诶应该政府干嘛一个宣传讲啊，释迦袂使拜，因为释迦你来有你头共款的，甲伊无关系，迄是拢是人家己讲的。是，哎呀，家人中原祭，即马算讲是中原普渡嘛，是北部上事件。若以中部下港来讲，老师你了解，你敢知影讲是啥物所在是较盛大安尼？那以中部来讲，真正足厉害因为咱中部，咱即摆全台湾足侪即个看星看道伫中部拢足事件。为什么讲特别讲伊做事件因为咱通常咱讲即个看道就是讲袂食一个，咱拢讲看道像捏面人即个物件伊就是会当看袂当食所以咱讲迄叫看道。但是像即个看星伫中部地区，即摆佫足侪人伫做即个文化所以像讲伊会做一寡戏出用即个星礼做戏出，比如讲伊就一出戏叫做五虎将啥物叫五虎将的？伊就是摕迄个掠五只的即个猪公甚至掠五只，伊伫每一只猪的猪头拢甲挂一个即个狮头，狮的做好安尼做即个狮头，拢动类啦。对，安尼变做五虎将。像有一个戏出叫做即个强主爷，强主爷，对，伊甲即个鸡啊摕来做伊即个强主爷即个。本体，甲滴一个即个草地伊手就摕即个钓鱼竿钓鱼竿即个钓鱼竿呢，伊就钓啥呢？钓三星内底的鱼啊。伊是毋是爱坐伫个石头顶悬？是。即块即个三层肉就变做伊的石头。所以你看伊甲星礼三星来摕来做一出戏。这叫做看星。是。像这种看星，其实伫中部地区的文化非常的普遍。真侪人伫，甚至讲做看星看道安尼。我家己我的阿公，伊虽然毋是中部人，但是因早期嘛是拢会晓做这种物件。台湾其实足侪所在，为台湾头到台湾尾拢有即个轮廓。这种轮庄的这种普渡，伫中南部嘛时常看得到。是。因为这个咱知影讲，伫个这个战后国民政府其实要曾经实行这个统一大拜拜。是。所以足侪所在的这个普渡尤其是北部地区，足侪普渡其实拢集中伫个中原这一天中南部有足侪个保留这种轮廓的风俗。甚至讲，阮这种普刷换另外一种谱所以你就看着讲比如讲为初一谱到30甚至这段时间，逐工每一个钟头拢有，每一工拢有每一个钟头无共款的钟头伫谱所以像讲最出名的就是这个鹿港有这个普渡歌这个普渡歌就是讲你若鹿港人你爱会晓念这个普渡歌，人才知影讲你是鹿港人这个普渡歌就是轮谱。迄个观念比如讲嘉义的即个轮谱为初一谱到30，伊嘛是有一个即个轮谱的即个制度所以其实中南部甲即摆咱搁看会到的较特殊的，就是讲即种轮谱的即个情形哇，就盛大的啦大家对轮谱嘛拢足重视的这是一个我感觉中南部比较较特殊的文化。是家人嘛有轮谱，是家人的时阵国线用国线去轮谱，南部是用这个角头去轮谱，这角头，咱这个鹿港人，要普渡一个普渡这个讲讲念的这个歌词，家人嘛是同款，用念声安尼，念声就怎讲今年就上西坡古代时代文献有讲到一句话，讲这个民俗上轨。
台湾尤甚吼，所以台湾人什么死人骨头拢拜，就爱拜，嘿，就爱拜啊吼。啊，这个闽南地区的人吼，拢对这个鬼神吼，拢足信重，但是内底上厉害的就是台湾，吼，这伫古早时代文献就安尼讲过啊，吼。啊，你看咱拢会讲农历7月就是鬼月，是啊。啊，这个鬼月其实伫中国迄边遐是无这个观念的吼，因为甚至讲因的这个开鬼门的这段时间吼，无像咱安尼几个月啊，规个7月拢是鬼月安尼吼，啊这其实是这个台湾较特殊的所在。倒转来看台湾的时阵，你就发现讲，其实台湾人已经甲普渡这个物件吼，甚至讲甲提高伊的迄个战术啊吼。你看咱伫做这个看先看道吼，是做了非常的慎重吼。咱的看先看道嘛毋是讲传统用生礼啊，用迄个捏面的安尼尔。咱各有足侪吼，比如讲咱用冰雕，啊用这个花果，啊来做一寡变化。你看你款这个饭担吼，还是讲这个肉山吼，还是讲这个款这个要准备要制品的这个肉粽吼，这物件其实大家拢开足侪这个心思伫内底，所以其实台湾的普渡我感觉伊上重要就是迄个甚至讲甲迄个战术吼提高，啊伊迄个精致化迄个程度真好。啊，咪讲到即个普渡啦，吼，咱会去看来讲，迄金纸、银纸，这中间有一个物件吼，做经衣嘛。就是讲，你看这内底吼，有即个沙币啦吼，啊，搁有即个加刀啦，啊，好兄弟毋是拢查甫的嘛，啊，这个物件碰棍是互啥物人？咱在敢若有好兄弟无好姊妹。嘛是有人会讲拜好姊妹。有讲拜好姊妹吗？嘿，公牛庙啊。对啊对啊，咱讲你讲夏应公，啊嘛有夏应嘛。对，这意思。是啊咧，老大公嘛有老大嘛。对啊，好兄弟啊，要用嘛是会使啊。古早查甫人买老长头毛啊。哦，是啊。嘛会使着。伪装者较袂用的，一定会用的。有道长你是拢咧主持这主谱啊，吼，这代志咧换啦吼。啊咧，这吼，其中有一寡这个工，会当算讲是法器。咱普渡一定用到叫做五帝冠啦，叫五尊神明嘛。啊对。啊中就是中的这3尊就是三星道祖。哦。啊边啊这边正边就有太极九天尊。是。啊这代表是雷声普化天尊。是。啊这普渡是一定会用到。所以是道教的内底正统的。正统的吼，这个中元节。来拜中元礼品下垂地官，清洗大地吼，来恭祝伊的千秋圣诞。啊，咱落去上这中元参、中元经，吼，啊，有一寡吼，咱一寡科仪啦。祭祀或者啥？祭祀有降衣，降衣就是讲古早要见皇帝，要见圣，要拜关神、拜天公，是吼，就来穿这些降衣。啊，咱有雕珠，就讲像咱即马这落天地天地人，啊，咱人吼要代表这个百姓。要来向众神天神啊来求福，啊，阮是讲中间的这个做官的这个，刚像咱即马讲这种哦，政务官这款啊，事务官这款，就来替因传上这因所讲的这心意安尼，吼，啊，这爱祭道观，道观当中，伊才有顶悬有两仪，哦，因为这八卦两仪的两仪，是，啊，这总共有3部，啊，这3部八景，咱要去祭圣，哦，要祭天神，啊，就吼绣一寡吼。啊，这都拢一寡讲较吉祥的话啦，反正丹凤雕牡丹，吼，啊边啊有八仙，吼，还是讲哦像咱这个葡萄树，吼，啊，哦，拢一寡较吉祥话安尼，啊后壁绣的就是讲像咱有这个有宝塔，哦，讲像天宫，啊天庭的宝塔，啊有双龙宝塔啦，啊嘛佫有一寡吼神兽，啊一寡吼仙花仙境，哦这工艺就有绣这，是，像咱内底这了有海青。哦，这海星的时阵做雷裙，吼，啊，佮另外一束做道袍，迄拢无绣的，迄就较小科技，种啊宝云啦、祭改啦、消灾改的庙，你讲出一个收件，才有去穿落去啦。是，吼，啊无大部分你若做了大招大科技，吼，就来穿这束海星，啊，佮有爱穿这双鞋啊，这双鞋啊做雕靴。雕靴。吼，啊，你雕靴当中就讲，咱今仔要来，哦，要替人民，哦，来传达伊的心意，要来甲。天顶的这天公众神较悬的神奇安尼吼，要来求福当中，像这雕遐就讲像你八分景，啊古早讲做曝光大道，是，吼，咱人咧讲曝光大道，伊就爱像这雕遐。咱古早台舞滴水有无？是。哦，台舞滴水的时阵伊跳舞，叫做舞步。哦，是。然后是舞步，然后步迄姿，哦，但係舞步啊步迄姿，这个姿势，
哦，迄个屈蛇啊，闭住啊，就讲就讲大禹治水，迄个感觉无之蛇安走出来呢。啊，咧一站一站啊，咧见天神啊。普渡圆满了后，啊，咱过来做一寡什么代志啊？尾来放炮，是啊，放炮意思啊，然后啊，请啊，讲就讲结婚典礼嘛，讲啦，甲我放炮就是开道，佮放炮就是送客啊，迄意思共款。啊，佮咱道教科技就是讲用咒语，就是化解阴阳咧，啊，好挪开。咱台湾的普渡吼，对咱台湾人的人民的生活中间吼，到底文化顶悬啊，生活顶悬有啥物款的启示？中原普渡吼，伊足大的一个，甚至讲内底的目的，啊，甲内底一个观念就是中原下罪这件代志。是。中原甚至地官大帝下罪，所以咱因为地官大帝爱下罪，咱做这普渡就是要合作地官大帝。来做这个甚至帮助这个无形的好兄弟，所以有讲到这个禁忌吼，其实咱过去的人伫拜好兄弟的时阵，你袂有所求啊，你袂甲好兄弟啊求物件，对，你袂讲啊，我甲你普渡吼，啊，你着爱保庇我吼。迄个威力彩吼爱钓吼，大家都爱钓，袂使安尼吼，迄就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对所以伫个这个传统社会内底拜好兄弟啊吼，伊大部分就是迄种普施啊，无求这个回报的普施吼，毋是讲我今仔要甲你拜吼，你得爱一定爱我安怎，一定爱互我安怎吼，所以伫个这个普渡的文化内底吼，有一个真深的迄个内涵，就是你看咱这个生活内底吼，有的人可能过了无好，所以咱透过普渡贡献一寡贡品，有互伊食物件是讲有的人伊得比如讲富人人伊即个生无赢得过往去所以咱款一寡家酒嘛是家己款待有的囡仔像迄就是普渡拢爱做迄种囡仔铺。迄囡仔呢还袂大汉吼，就过往去啊，所以咱款一寡玩具，迄普渡毋是干那食的尔呢，嘛，足侪所在拢会款迄玩具吼，团伫涂骹等遐会当耍安尼吼，所以其实你伫即个普渡文化内底，咱会使看到讲，咱对人性吼迄种关怀。甚至讲，咱对每一个人，生活伫个这片土地的人，不管你是人，还是讲你已经变做好兄弟啊，咱拢对你有一种关怀。所以我感觉普渡其实是台湾社会最重要的迄种甚至讲移民社会咱展现着咱的民族性，咱的文化性的迄个部分。其实咱就是透过这个普渡，咱会使看到足侪咱台湾人的迄种民族性。所以我感觉咱爱继续普渡落去因为这个普渡其实就是咱的文化的根本啊。咱的这个台湾人安怎叫台湾人？台湾人重鬼神，毋是拜好耍的尔，伊其实是展现着足侪咱社会看袂到迄种文化性伫内底。你头个烧金纸，为讲我烧愈济神的话，咱愈济威力财互咱20亿互咱着着。这款神你嘛免拜啊？对啦，就像现代这种贪官污恶的，神个无要紧哦，你若拜好兄弟啊，后壁甲救。嘿呀，很无兴袂了。兴袂完。有影是安尼啦，爱付出无所求啦。安尼这心才会清气啦。你若心若静你社会就会规拢静起来。所以讲这个俗语毋只咧讲咱有影是毋惊这个7月半鬼，咱是咧惊这个7月半水。有影咧这个天灾有当时咱无法度去控制。中原普渡除了是照顾这个阴间的好兄弟嘛，是为了社会咧祈福啊，求这个国泰民安啊。咱今日介绍了这么多关于着普渡的代志咱也当体会到讲咱祖先的辛苦，咱生活伫这片土地到底爱去对待这个普渡，爱去了解到这个普渡的精神。唔通袂记你讲咱普渡是咧悲天悯人族群融合的精神都还继续传落去，咱都来继续普来继续普。今日感谢两位来宾来到咱的现场，感谢。谢谢。